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披萨的亲像一块顶面有放料的胖，薄薄的胖。这款吃法听讲是希腊时代就有啊，是讲这种吃法真侪所在的人嘛拢想会出来，所以这款这么古早的料理是伫有吃胖的国家就拢有。伫意大利、英国嘛，互人当作是正时尚的地方料理，因为各地方的做法拢无啥相共。一直到后来，披萨煞变做是全世界拢知影的意大利料理，而且世界拢食会到。披萨是啥物时阵来到台湾？伫台湾佫有发生啥物变化？真特殊的口味是佫安怎开发出来的？今日咱来讲披萨。伫日本时代出世的女性，因是头一批受过新式教育，嘛是头一批有家己的职业，要求自由恋爱的一代人。这群人经过日本的殖民统治，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袭，因看到228事件，嘛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威胁。因的一生毋但是拄到足侪社会经济动乱，也得爱为读日本册变做学讲华语的人。台湾女性人物群像这本册写16个伫日本时代出世的女性，因一世人的经过，因生活的年代。这本用汉字写的台语册有8万多字，册内有加6点多钟的专门朗读。买册的那就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请大家做伙来交关台湾女性人物群像。即阵大家拢认同讲，披萨的起源地就是意大利的拿坡里。因自900几年的时阵，也就是100冬进前，就已经有咧做披萨。不过即阵食的披萨顶面拢有抹塔毛多酒，这是17世纪才有的。因为佮较早进前的欧洲是无塔毛多的。意大利的披萨是后来对意大利的移民传去到北欧、北美甲南美洲。不过会死行起来，煞是甲连锁店有关系。伫第2摆世界大战进前，住伫美国的意大利人，因就会做披萨。不过是伫战后，因为战争去到意大利住的美国兵仔，转去到美国了，最爱食披萨，互披萨才开始实行起来。美国是为1960年代开始有连锁的披萨店，嘛因为披萨伫美国开始实行，意大利、拿坡里嘛足积极甲因做披萨的传统文化找回来。除了开学校教人做正版的披萨，因嘛有毋哪一间咧推广披萨文化的民间团体甲协会，伫遐也会当摕到证明，讲这都市做出来的披萨完全合拿坡里的标准的披萨。即阵拿坡里做的披萨的功夫，佮互联合国认定是世界文化遗产。连锁的披萨店对披萨的推广是有真大的功劳。即阵全世界上大间的披萨连锁店，台湾嘛有。Pizza Hut 就是为美国来的。不过伫连锁店来到台湾进前，1980年代初期就已经有专门咧卖披萨的餐厅。台北一间大饭店的地下室，迄间披萨屋是为迄当阵开到今日也搁伫咧，已经有40栋啊。不过披萨会变这么普遍，甲连锁店的广告真有关系。上早入来的披萨哈是1986年来到台湾，佮无几冬 Domino's 达美乐嘛入来啊。这两间店的广告，互佮较侪台湾人知影披萨。特别是上头达美乐的经理是一个外国人，不过真敖讲华语，所以迄当阵电视广告拢是用伊家己做主演落去拍广告。披萨连锁店拄来到台湾的时阵，市场打开，有足侪间拢来开店，像披萨印甲 California Pizza 迄当阵嘛拢有来。因为遮尔侪间披萨店咧竞争，
所以咧卖披萨的方式甲披萨做出来的口味就开始有真侪改变甲变化。1990年代开始有披萨食甲饱的店，即马已经真罕得看啊。也阁有就是遮卖披萨的餐厅嘛开始卖 spaghetti。应该有一寡人也会记得2000年左右开始实行的50块披萨。拄开始的时阵，遮的披萨餐厅、披萨专卖店，因拢是做9寸到12寸的披萨，较大块。就有人开发出细块披萨做6寸一人份的，安尼大家人拢会使拣家己喜的口味。迄时热到家披萨王50元披萨就做一摆规有卖500外斤，毋过即款情形嘛干那挡一冬尔，因为店足济，佮真有可能是做了无偌好食。一冬后，7成的遮50块披萨的店都拢关起来。后来嘛有人批评讲是因为一遍开了伤侪间，无时间都无生意啊。迄时披萨也阁有引进一寡新的服务，特别是披萨送到厝。达美乐就自起头就用这款方式在卖。小港迄当日本的披萨店Chicago披萨嘛入来台湾，也阁有 California 披萨嘛开始拢送到厝。这个店拢保证披萨是30分钟内就会送到位，互大家会当食到烧的披萨。1990年代披萨送到位的服务是生意袂歹。放假的时阵，学生伫厝就会叫披萨。风台天，大家无想要出门食饭，嘛会叫披萨，因为是保证30分钟就会送到位，所以发生的车祸袂少。后来政府佮叫遮个去拍工的学生就要先看敢有劳保，而且因骑的奥多拜敢有保险。后来嘛有人抗议讲，若风台天要送披萨，就要付2倍的薪水，因为伤过危险嘛。迄时叫披萨嘛变做一款糟蹋人的方式。2000年的社会新闻就看到讲有人直直叫披萨去互别人，一个是叫对方就要付钱，也无就是披萨店做足侪披萨出来了，无对通送。所以有一阵叫披萨了，披萨店佫会敲一摆电话问讲，敢是真正有订披萨。除了卖披萨的方式变侪，食披萨的人对披萨的要求嘛拿来拿悬，所以做出来披萨的口味就愈来愈侪款。像讲披萨的皮有做较厚的，嘛有做薄的。California 披萨的宣传佮特别讲，因披萨的皮毋是像 Chicago 披萨遐尼厚，嘛毋是像拿破里的披萨遐尼薄，因做出来是外口的酥，内底佮软软的披萨。刷落来披萨嘛有分电烘、炉烘出来，也是用庄仔药烧的。袂少餐厅拢特别用庄仔去做一个烘披萨的药，也会当看到做披萨的师傅会现场表演。除了硬皮，佫会用一支土甲披萨放入去药内底烘。刷落来嘛有车顶装一个像药这款烘炉，伫路边咧卖拄烘出来披萨。披萨的餐厅变愈来愈侪种，除了口味无相共，价钱嘛愈差愈侪。2008年，台北的大饭店都有出一个1300块的高级披萨，顶面是放鱼卵酱甲龙虾。披萨屋嘛捌出有掺乌泥，就是试胆的披萨。披萨嘛有出现伫选举内底。1998年，陈水扁甲马英九要选台北市长的时，陈水扁就讲台湾本地就有的包外表看起来是无啥物，加落去就会知影内底包真侪好料的，无亲像外国来的披萨，料拢摆伫外面，外表好看尔。马英九听到了，嘛借一个机会，甲应讲披萨有啥物料，大家拢看现现，袂像包会骗人，外口看起来碰皮佮大粒，加落去才知影拢无这个选举新闻毋那代表在地甲外来食面的文化的比较。
嘛代表台湾人已经对外来的披萨是真熟悉啊。披萨也有一个特色，就是少年人甲囡仔较爱食。起头伊应该无想到要针对囡仔来做广告，毋过后来行销广告的方式会互更较侪少年人喜意，是甲1990年代电视的放假忍者龟、忍者龟真事件嘛有关系。忍者龟拢足爱食披萨，所以这互更较侪少年囡仔爱食披萨。后来就有新闻写讲，伫国中国小的营养午餐内底嘛有披萨，学生啊是食了拢真欢喜。披萨食起来方便，佫会当送到位，所以一直到今日，学校老师若要奖励学生的时，嘛拢会请因食披萨。甚至有一条新闻是2006年台北市的一间国小内面咧选模范生，有学生啊请因的同学食披萨买票。家长知影了真不满，佫去到校长遐，所以才变新闻。现主是台湾差不多有500间连锁的披萨店，毋过披萨毋是饭，真少人会逐工食。要安怎互披萨销路佫较好？自2019年开始，披萨店会直直开发出新的口味，有人用米就去做披萨，有人做出乌圆粉圆披萨，有放肉丸的披萨，有蚵仔煎披萨、臭豆腐、蚵仔面线披萨、盐水猪血粿披萨。这个店是不时拢会换一款新的口味，会安尼做，一方面是台湾人愿意去食新的物件，另外一方面是安尼，人客才有理由佫较食买披萨。通常大家是几个月才食一摆，毋过若有新的口味，佫真侪人咧讨论的时，就算听起来真奇怪的披萨，像讲捌出过榴莲蓝咖啡的披萨，毋过也是有人会想要试看卖啊。连锁披萨店的主管嘛讲，即阵因的广告拢为传统的媒体换去网络顶的社群媒体。伫早期这个较新奇、较无相共的口味，是去夜市啊，也是为传统点心找灵感开发出来的。毋过即阵因会去分析线顶的资料，看大家即阵是咧讨论啥物，用这个字词才可去想出新的披萨的口味。即招嘛，互因开发出来的新的口味，近摆拢真紧就伫网络冲起来，变做一个话题。像讲顶摆捌出现拉面披萨，宣传的文案伊就写讲，一摆就得做2个国家的披萨。披萨销去到世界各国，逐个所在拢有一寡较特殊的披萨。到呾上出名的就是夏威夷披萨，这个毋是伫夏威夷开发出来的，是一个加拿大的人伊发明的。因为往来是为夏威夷来的，所以甲号做夏威夷披萨。伫冰岛甲瑞典的人，因爱食顶头有放金蕉的披萨。伫新西兰的人，因会甲 spaghetti 放伫披萨的皮顶面，落去烘，变做 spaghetti 披萨。无得确有一天就会开发出台湾人拢爱食的台湾口味披萨。虽然披萨是外来料理，台湾即阵已经无欠做披萨的专家。伫2019年，台湾餐厅的杜子去意大利比赛做披萨，就摕到冠军。虽然真侪人可能甲我相共，拢袂爱食夏威夷披萨，毋过去年台湾餐厅用台湾的往来做披萨，伫意大利参加比赛嘛有得奖。今日披萨就先讲到这。我伫这要特别感谢一位听友，伊买真侪本台湾女性人物群像送互嘉义县的特景图书馆，真甘心。我嘛要感谢焦文、焦华、詹美满老师斗宣传，也阁有要特别感谢公主陈珊妮推荐这本册，互真侪较少年的朋友知影这个台语 Podcast 甲这本台语册。若要搁较了解这本册，伫节目说明内底的连啊，试落去就会当看到搁较侪的介绍。去年开始，节目的说明会写台文，真正拢写华语，是因为头期生我也袂晓写，
后来是为着要互伊拢总写法小工，一直拢无改。即阵我已经较袂写毋着，而且看有台文的人应动嘛变侪啊，所以为即集2025年的头一集开始，逐个单元的介绍我拢会写台语，也嘛毋望会哪来哪侪人读有台语。今日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贤爱妈妈，大家再会。